最近台南的交通受到关注，为了要改善车路交通安全，进前交通部针对奥多麦开放一寡路权，就提出免两段式倒弯的措施。台南就让伫咧传讲一寡路口要先来试办，不过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讲，目前会先检讨内线车道安全，再来评估取消两段式倒弯的可能性。 汽车行到双车路口，若要倒弯，就要先去大专区两段式倒弯。即摆所传讲，台南市交通局要取消部分路口机车两段式倒弯，消息传出来，嘛引起民众有无同意见。这样会比较乱，因为这边都是学区嘛，旧城区嘛，然后待整区车质量不是那么多，是可以考虑把它取消掉。我是比较偏向说，还是要维持待转区多一点，但是如果拿掉有其他配套措施，也不反对。 台南市平常日和休困日车辆拢可，尤其是旧城区，古早是着发展路线甲 A， 佮无法度混路，和骑车嘛歹骑。台南市交通局就讲，目前配合交通部要求，先检讨内边车道的安全。汽车出来嘛，看要改进的路段有偌济，再个进一步来评估取消两段式倒弯的可能性。 现在是在进行单向两车道一块一混路段的一个盘点作业。那这边是预计由路边停车格位跟临时临停干扰严重的一个程度较高的旧城区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府城地区，开始来做一个优先的一个示范推动那取消机车参汽车参杂做伙，机车直接倒弯的时，会和对面的车辆发生冲突。那保持原本安尼是以车种分流来避免汽机车烧路。交通局表示，目前初步先列路口大细，甲参详要伫倒位先试做。未来嘛邀请相关单位和台南市道安委员会大家做伙讨论，会看了后才会做决定。若要实施进前，嘛会提早向乡亲宣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